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福喜来的爱同大家小见嘛个喏，哎呀，有看到我顺风有，哎呦按到的东西冇，韩国我一下出只拿上来俾大家看到也冇，也是豆腐。大家听说喺上今日爱同大家小见係豆腐的料理错冇啊？其实唔係哦，豆腐除咗做料理以外，佢還做得發展當到法通哦。上來豆腐做得發展出用嘅法通哦。接下來分享今日嘅藝術總監，接下來分享柯平，歡迎柯平總監。歡迎您來到節目現場。大家好，我是那个客家文化基金会这一次天光本本做豆腐的策展人柯平，很开心可以来到这里。欢迎柯平总监，柯平总监很优雅，讲话都慢条斯理的。故说阿 Q 婆呀，他俺们来学习柯平总监的气质。好，刚刚讲到这次的活动叫做天光本本做豆腐，天光本本做豆腐，其实也是一句客家话的谚语，大家送一句是松鸭上的前条路，天光本本做豆腐。虽然总监他不是客家人，但是总监对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解释得非常好，所以现在来请总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次的这个活动主题啊，其实就是以这句谚语做开发，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夜里呢，我们想了千百条路，可是天光来了，明天到来了，对，然后。即便想了千百条路，最后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做豆腐。那我们就想要以这个豆腐的主题来开始讨论，在这个土地上有多少人在为豆腐做着努力，有多少的品种在为这个豆腐供应着，那有多少的豆腐人在一起去设想这些事情的更好的可能性，这样子。对。扣点一下哈，我觉得现在观众朋友应该是觉得，豆腐，所以还是吃的啊，跟其他活动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次的活动是以豆腐为心，客家为源。那我想请问一下总监，为什么这次会选择以豆腐来做出发点，来当做这个最重要的原型呢？其实豆腐它是非常华人的饮食，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对，所以我们以豆腐的身世来讲啊，它其实是非常华人的食物。那再来呢，它其实是我们身体里面深深依赖的味道。对，那我们其实，在每一天里面，有大量着依赖着豆类制品，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想说，如果能够有一个豆腐的当代的食物的展演的模式来讨论我们华人的味道，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对，可能大家就会想到讲，做的上看啊，你平常时吃豆腐，到底我们这个吃豆腐的频率有多长？豆腐、豆类制品，可能大家早上起床就是想要喝杯豆浆。对不对？然后吃素的朋友们常常就会必须要吃到豆皮啊、豆包啊、豆腐来补充蛋白质的营养。所以其实豆腐同你上生发当中是非常非常相关的，互相关联是非常牵连非常深的。所以在这边想请问一下总监，那你觉得豆腐跟客家呢？豆腐跟客家的关联是什么？刚刚说豆腐为心，客家为源，对。其实在我们这一次的规划里面，其实它有16个相对词的展开。其实它就是我们讲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主体跟客体。是。其实豆腐呢，它其实就是它可以是跟其他任何的物产去相遇的客体啊，就是它可以作为那个载体啊。那除此之外呢，它自己也可以唱独角戏，就是它自己去做一道大菜也是非常的无与伦比的精彩。没错。那可是过日子，
我们讲的青菜豆腐汤，那其实它又是过日子事，又可以做大菜，然后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其实我觉得它就非常符合我们客家文化里面的很多事情的那种兼容并蓄，能屈能伸，然后它又是他自己做主体的时候是无比的美丽，可当他去成全别人作为客体的时候，他又是百搭的，真的，对，他就所以很有意思。对，像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对，麻婆豆腐就是豆腐，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华丽的主角，对，然后相对的，刚刚换成的青菜豆腐汤，它只是个配角，但是它又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对，就是过日子里面的那个小小的美丽，小小的美丽。然后刚刚总监有跟我们说啦，有16个词。其实这16个词，阿曲莫眼没有看到，眼看到亚的词，有的眼吃到 A 很合理，用在豆腐上面很合理。比如说软硬，听起来软跟硬就会觉得在豆腐上可以形容，但是我想听听看总监，你们这边把软硬应用在豆腐上。是怎么样的去诠释呢？其实，在豆腐里面因为它的含水量的不一样，所以其实它就会呈现它不一样的软硬度。像昨天我们在做豆腐乳的过程里面，其实一般在做豆腐乳，它所要压的，就是它要载重去压出水的那个分量，我们是增加了2倍，就企图要用盐卤去做这个豆腐乳，所以它就增加2倍的重量。所以在那个2倍的承载里面去压那个豆腐，让它更紧实的过程里面，其实那个软硬就产生了非常不一样的过程。可是呢，大豆去做豆浆、做豆腐、做豆腐乳，它其实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味道。那我们这一次又特别去用盐卤来设想这一次所有的豆腐跟豆腐乳的制作，所以在软硬里面，它其实就有非常大的差异。那即便是比如说今天带来的这个豆渣蛋糕，那豆渣呢，它其实是用到最后，大家几乎就是要抛弃的。没错，就是做豆浆，我们榨出来要挑一泡，往挑一泡，那个可以说就是不要吃的，而且那个有时候我们喝豆浆喝到那个黄豆渣，还会觉得卡喉咙，想要咳嗽，所以大家都会把豆浆的那个渣挑泡，然后以都会把它过滤出来，所以用豆渣拿来做成。对，这次的豆渣的蛋糕，其实在它呢就充满着我们讲的东西方的对照，对，就是它用豆渣，就我们讲的，因为客家人是不丢食材的，客家妈妈是不丢食材的，是所有的食材都是物尽其用的。那在这样物尽其用的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就想说，豆渣它是一个很必要被实现出来的一个物材。其实我们家也会使用豆渣来做料理，我们可能会加卵，就是蛋，还有再加一点点面粉，然后我们就拿来煎。但是跟现在这个呈现的样子完全不一样，而且它的主题名称叫做东西，它是东西的合并，比如说像是东方的黄豆，对，然后我们结合西方的烘焙，然后变成一个豆渣蛋糕。天哪，真的超美的。所以它就是把用豆腐来完完全全的去诠释东西这2个字。对，所以在这个相对词里面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讲的豆腐，你一定可以想到那个我们华饮食里面的臭豆腐，那臭是臭到了极致，所以它有香臭这个对应。对，然后刚刚在讲的凹凸，凹凸也是，就是豆腐是一个很明确的载体，对，所以它可以跟其他的物产去做镶嵌的动作，所以这个镶嵌里面它就会产生香豆腐啊，香豆腐你有很多的想象，对，这香豆腐它其实就是2个的结合，没错，对，所以其实是我们就在这个16个语词里面去做了设定，那也经由这16个语词的设定里面去发展出我们3场豆腐宴里面的食物设计。哇，对，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有16个词，它们其实都分别分散在不同的宴席里面，对，备食有分午宴，还有晚宴，还有野餐。
哇，我觉得好特别哦！而且像我刚刚看到软硬，我觉得软硬很酷的，它这边有写。它其实也把豆腐的文化介绍出来了。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种豆腐，有非常多种做豆腐的方式，有用那个石膏做的，那也有盐卤做的。那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用花莲那个泥火山的那个水盐卤的豆腐，对，那样子的水去做盐卤的豆腐，所以是用泥火山的水去增加它的那个钙化。对，所以我觉得它把豆腐的整个文化，台湾豆腐的文化全部都完整的收给本台噶。然后还有3场不同的飨宴要介绍给大家，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跟同大家讲豆腐做得做营养的料理哦。真到福起來嘅節目，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裡都講嘅係豆腐哦。故說好食豆腐嘅觀眾朋友，也下聽錯愛好好來收看福起來嘅。韓國唔好食豆腐嘅觀眾朋友冇相關，做乜嘅呢？因為今日愛同大家設計嘅法通係以豆腐為心，客家為源，而家的發展出來一系列嘅動作，法通愛設計本大家。剛剛我們有說到啊，有16個詞，讓我們發展出來有午宴、晚宴跟野餐，而且我覺得這16個詞很多都讓我印象深刻。為什麼呢？因為我看到有一個叫做忐忑，到底為什麼會用這個內心很忐忑的忐忑來形容豆腐呢？其實這16個相對語詞裡面啊，它其實都充滿着意涵。是。然後我們這次的設計裡面呢，就是希望，能夠把這些抽象的語詞，然後透過豆腐可以演繹出來。對。那忐忑這個字很好玩，它就是心啊上下下的。那我其實一直覺得它是一個很曖昧的語詞。那可是放在料理裡面的時候呢，它其實因為我們這次的所有的豆腐呢是用台灣的豆子做的，所以包括了西岸的豆子，西岸最愛的豆子跟東岸最愛的豆子。那西岸種的豆子跟東岸種的豆子，那再加上山裡的鹽卤跟海裡面的鹽卤去製作它，所以它其實充滿着非常多的香芋。那這些香芋裡面啊，其實我覺得它就是非常忐忑的，好浪漫哦。對，就是那我覺得在飲食裡面，我們現在也面臨到的一個狀態就是，因為全世界的門戶都大開着，那什麼樣子是我們很有自信的食物，可以跟世界對話的食物？那豆腐一直以來都是東方人的非常重要的飲食，尤其是素食者大量的依賴着豆腐。對那即便不是素食者，那其實我們每天也吃非常非常多的豆類製品，所以我才覺得，我們更因為我們吃這麼多，所以我們就更應該要理解它。然而呢，因為在以前的豆腐表現裡面，不管在各個菜系裡面，它都有各自詮釋的方式，非常多豆腐的料理。那這一次裡面，我們就希望它其實能夠基本上都是吃到它的原味，對吃到它原味。可是經過這些語詞的設定裡面，讓它的單純，讓它的純粹，讓它的其實起初的那個狀態，就是比如說我們用台灣的豆子，用鹽滷做的原始滋味，它本來的味道，這件事情都能夠很明確。所以在忐忑裡面呢，它就會跟很多的醬去相遇，就它本身是很單純的，可是它跟不同的我們講的醬料去相遇。那它跟醬相遇的時候，每個人他其實會產生他自己身體裡面會懷念的那個味道。就很好玩。我看到了有梅乾醬，
梅干酱就是客家人的梅干菜，对对对，还有大蒜葱菜脯酱，哇，也是客家人的哦，听起来就觉得很好吃。还有油葱酥猪油婆，猪油就是猪油泡啦，会讲客家话不会讲国语，对，猪油泡的酱，所以这些就是用很道地的、很台湾特色的酱料，结合最纯粹的豆腐，把它们呈现出来，就是一个很忐忑的感觉。对，就是一个裸食的豆腐，裸食的豆腐。可是这些酱呢，其实都是我们身体里面长久的味道。对，所以他们彼此去相遇的时候，你就吃得到那个豆香，那个单纯。对。还有，其实在我手边旁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圆圆的、白白亮亮的、胖胖的，它是什么？它叫什么名字？它是我们这一次里头那个午宴的菜单里面所设计的，是阴阳，对不对？对，它是阴阳。那我们用阴阳去设想，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部分，就豆腐的白。豆腐的白是就白有非常多层次，可豆腐白这件事情哈，你一定就会有那个画面。对，那我们想要那个豆腐白，跟香菇的黑去相遇啊。那香菇它其实就代表着山里面的我们以前讲的山珍啊。那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所以山产跟海产它的相遇也是很妙的。所以我们也借由这一次的豆腐里面去承载它，然后它就变成一个香菇的豆腐的丸子。我觉得好有趣哦。其实我看字啊，我就会想说亚洲料理很多营养，我就会想说到底它要怎么跟阴阳搭上关系。我觉得这对于去看展的、去吃东西的人来讲，都会觉得说那是一个脑力激荡的感觉，就他也会自己去推敲说这个文字跟这道料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活动。而且我们刚刚讲到生6道词啊，他们会变成3场的宴会，对，分别是午宴。那我们先从最精彩的晚宴开始讲好了。晚宴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这次这3场的活动里面都特别分属在不同的月份，就9月、10月、11月不同的月份。那晚宴呢就落在10月。那10月的晚上，那我们特别把它变成一个展演的方式来呈现，也就是在我们华人的饮食习惯里面，它其实就是个圆桌，家庭的圆桌，然后我们举筷子的那个的路径是一致的，我们共同去饮用的那个，所以它其实是一个3菜1汤的设计。那听起来它其实就再寻常不过的家庭味道，对。可是它其实是扮演着在这场晚宴里面，它其实有着豆腐的创作，豆腐的舞蹈的，对，豆腐的舞蹈。所以其实豆腐唔但唱做的生，刚刚一开始人家就讲的，豆腐做的发展出其他的发通。刚刚总监就有讲到是舞蹈，这个舞蹈是邀请到，听说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舞者。是，对。豆腐的部分，我们就邀请那个在台湾第一个入选那个太阳马戏团的张义军来为我们创作这个豆腐舞。是那也邀请了那个谢明佑老师创作了一首台语的豆腐诗，那现在也在谱曲。哇！那到时候就这个诗呢，它其实就可朗读、可吟唱。哇！那我们在现场呢，其实还有一些民居的样式，这个民居的样式的装置会配合上圆桌的装置，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家里面的味道。可是家里面的味道呢，其实我觉得它应该要有一些艺术上的呈现，它其实是可以跟放诸四海的美丽去对话的。所以在整个晚宴里面，我们其实是一个展演的活动。哇，所以又做在吃东西，又做在看到演出，而且是看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第一个去到台湾太阳马戏团的台湾人，这位舞者来呈现给大家看，酸的豆腐要怎么来呈现舞蹈，还有豆腐要怎么来呈现诗歌，而且还有一个客家歌手米莎，他也是这次的表演者，对不对？对，他会透过客语的部分。所以是非常丰富、非常精彩的，可以完整的看到豆腐的飨宴，还可以吃到豆腐的美食。是，这是晚宴的部分。这是晚宴的部分，而且听说这个晚宴啊，刚刚总监说到，你说晚宴要有家常的感觉，但是又要有艺术的展演。我很难想到有一个地点可以这么做。
这是在哪里做到的？我们这次的晚宴就是在客家主题公园里面的演艺厅。对，那这也是演艺厅第一次啊。那因为我们其实都很希望饮食的沟通不是只是吃吃喝喝而已。对，所以在现场它其实还会有我们把食物变成花艺的表现。花艺的表现。对，然后再来因为豆腐真的有豆腐白这件事情，所以装置还有舞者的服装，还有我们现场的灯光的设计，跟圆桌的样式，其实都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演艺厅有一个美妙的晚餐的愉悦的时光。而且啊，重点是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们打破了舞台的界限，是，让舞者不只是在舞台上，我不是只是在台下看舞者在台上，他们是可以下来做互动的，对不对？是，对，所以这样子的互动啊，一定可以让这一次的晚宴的活动变得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更让人回味无穷。对，我觉得我们的晚宴是很有意思的，真的哦。对，因为其实你在吃饭的时候，孩子就坐不住，对，孩子就坐不住。可是我们鼓励一个家庭可以做我们的小圆桌，一家4口吃着3菜1汤。那在这样子的秩序里面去找到那个我们自己当代的食物展演的精神，对，所以我们至于这个晚餐的设计，其实在现场的部分真的有花了一点心思，这样子。对，相信一定不只是晚餐。其实像我手边这里有一个菜单啊，其实是3餐都有的菜单。那这个菜单呢，其实大家有吃到吗？真的非常用心，而且非常的美观。大家就像真的去 enjoy， 去享受一场豆腐的享宴。等下还有其他，还有午餐，还有野餐，还忙同大家小姐休息一下，等下张个阵来。福喜来嘅节目，我係仲一群阿群妹，哎呦，爽兩攤咯！講按到豆腐嘅料理，阿群妹嘅肚子就搖誒，唔夠殺下來還係要繼續想大家流口藍水，因為我們還有午餐跟野餐還沒有跟大家介紹，對，所以想請總監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是在11月的午餐，午餐有哪一些不一樣的呢？相對於那個晚餐，其實是一個展演。那午餐呢，我們其實就希望它是熱熱鬧鬧的，在客家主題公園裡面，我們會有着長長的長桌。所以是戶外的咯，是戶外的，截然不同的感覺。那這個午餐呢，落在11月，那天氣會比較宜人。對，然後在客家主題公園的公園裡面，那這個長長的長桌上面呢，我們其實就會讓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醬料。對，那所以還有就是植物採集的部分。那所以呢，我們會希望它其實就很像是一個辦桌的那種精神可是它是公園的版本，花園的版本。那這個花園的版本裡面，我們去做了一個這麼多人一起共食的一個一起吃豆腐的一個體驗。所以在豆腐的部分，我們也是我們在這3場豆腐裡面都有豆腐師傅專心的去做這些。針對比如說台南10號，高雄選10號，花蓮1號，10就不同的豆類品種的豆子所以在每一道料理裡面，它都鎖定了這些台灣的豆子去做它。哇，像我現在看到的，就是其實就是它的族譜，對它的族譜，台灣有懂得品種誒，黃豆有非常多品種，包括這裡哇，我以前都不知道原來有。10花蓮1號、2號，台南1號、4號，高雄9號、10號，所以到時候都會針對這些不同的品種，用單一品種來做成它專屬的豆腐。對，哇，好酷哦！
所以这是刚刚讲的午餐。对，午餐就热热闹闹的。那下午茶呢，其实也是因为公园这个场地，它其实就很舒服。下午茶就是野餐的部分。对，就是野餐的部分，我们会设计一个野餐的篮子，那大家可以在好浪漫哦，在公园里面，然后我们会把采集的部分做到餐桌上来，那它都是可食的植物。对，那现在全世界都在吃全植物，那我觉得不管是根茎、花果、叶子、芽，我们都会把它应用出来。所以，豆腐它真的是一个很迷人的载体，所以它跟任何人的相遇啊，它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惊喜，就在这次的设计里面所以三场，不管是午餐、晚餐或野餐，它其实完全不同的味道。所以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有午餐、晚餐、野餐这3场的视觉、听觉还有味觉的飨宴以外啊，其实还有论坛的部分，对不对？对。这个论坛的部分跟刚刚讲的3场宴会来讲是不需要付费的。对，是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这个论坛有哪一些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其实，我们在想食物里头啊，其实它我常常觉得其实有很多的道理都可以藏在饮食里面去沟通，它其实会很轻盈。那其实大豆在台湾。在华人的饮食里面，它真的有很长很长的历史，跟渊源。所以在这一次的8月20，我们的母语论坛里面，其实我们就邀请了几位讲者。那比如说陈慧文，陈慧文的部分，它其实就是以秀明农法来做猕猴美术馆等级的豆腐。那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从农法、农食，农法、农加工到农食的一个实现者的状态。对，那顾伟的部分，我们就邀请他，就是豆腐产生了以后的这个裸食，它其实可以跟酱油相遇，就是一道菜了。它也可以跟蜂蜜相遇，它就是一个甜食了。所以我们其实就请顾伟去帮我们选出可以跟豆腐相遇的这些我们讲的辅味，对，辅助它的味道。那郭华仁老师的部分，我们先请郭华仁老师来谈豆腐非基改的部分。那非基改的豆子，它到底基改的，应该说基改的已经太充斥在我们的市面上了。我们应该要多看一看非基改的，而且应该也要去了解一下基改跟非基改对我们自己的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自己应该知道我们吃的东西，对不对？对。那除了20号，除了20号之外，21号也有一场的论坛，而且这个讲者很特别，他是我们合浦农学市集的执行长。对，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总监怎么会请孟凯来到这里？希望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8月21号的早上啊，我们把它定为故事联盟，其实就是希望可以讲合浦合作找幸福的这个过程。那合浦除了合浦农学市集以外，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努力做了，所以孟凯已经辅导了就他们开的豆腐班已经超过了400多人参加这个课程。那到目前为止呢，也成功的辅导了7家豆腐社区工作坊的成立。那我觉得社区工作坊的成立，它其实是非常区域型的幸福。它其实就在街锅里面，每天早上做，然后下午卖完，每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天光本本做豆腐的精神。那我觉得这个供需啊，它其实会产生一个很美好的秩序。那所以在这一次里面，除了孟凯会来讲合浦的故事，还有合浦所在乎的价值系统之外，合浦人也会这一次在公园里面带着大家做豆腐。哇，
我觉得这很重要。刚刚总监有供豆是供需的部分，因为其实台湾毕竟以农立国，那我们农业技术非常非常的发达，但是是有一段时间，台湾种植的黄豆，台湾种植的黄豆曾经数量达到非常的低，因为台湾没有用自己的豆子做豆腐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大家这么喜欢吃黄豆，那就是应该要吃更多豆类的制品，那我们才可以增加台湾自己本身的豆类的种植，我们才可以吃到更多在地的黄豆做出来的豆类制品，对不对？哇，所以亚在靠应该没懂从也有希望真的可以好好的把这些概念跟大家分享。对，然后还有接下来的就是还有豆腐的版画，我觉得连豆腐刚刚讲了，可以用来跳舞，可以用来做诗歌，可以用来唱歌，还可以用来画成版画。可以请总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一次也有一个静态展演的部分，那我们就针对了刚刚所提到的这16个相对语词，去做了版画的创作。是16个相对语词，而且其实这个版画还是配合诗的，对不对？对，就是包括了刚刚在讲的谢明老师的闽南语诗，还有客语诗，还有原住民语诗跟国语诗的部分的创作，那会合并在跟我们这次豆腐乳计划里面，它一起并成一个这次的展演啊。所以之后还会有一个豆腐乳计划哦。根本你跟真人讲的懂得后空的本台噶，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购票资讯，我们应该要去哪里找到呢？好，那现在呢是在那个博客来上面售票。那除此之外的话，也许可以上我们天光版本做豆腐的脸书专页。上面都有。大家想要了解要拜天光本本做豆腐的资讯啊，要记得扫描做得去 FB 看，你天光本本做豆腐哦，就做得了解几个演出的资讯哦。今天节目就到鸦片，谢谢总监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你。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时刻，先休息一下，等下听听欣赏来做运通。